请问俗语伫咧讲提姜母七目钱是啥物意思咧 ？A. 虚情假意咧假哭 ；B. 伊就是讲吼，你戆甲袂白酱；C. 就是死马当作活马咧医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哎呦，姜母嘛是。嘿，嘿，姜母哦，七目我嘛钱。对对对。爱安娜嘞就。是应该有做新有香吗？所以有头，伊要加扣袂出来，扣袂出来嘛。虚情假意啊，嘿，物件假，姜就咸的嘛，爱流目屎，应该是安尼吧？讲较简单。有一斤嘛，一斤啊，不是讲甲白白酱哦，哈，不是讲甲白白酱。嘿，我嘛讲。哦。讲到白白就摕蒜头啊，但摕白都唔可以啊。姜母咧七目，所以所以你呢有答案无？ A 啦 A 确定哦。讲 A 个是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 A 好，咱来看者，虚情假意假哭对唔对？够厉害，够厉害！咱来分数先哦。你着6000咯。好，咱姜当然是咸的，而且是咱在地较有的迄个农作物。啊，再来是姜有一款叫紫姜，较袂遐咸。啊，姜母啊就是华语的老姜较咸，所以你着去吃的是迄咸咸，你就会流目油，系啊，就是。迄款目屎是假的吼，啊，另外迄个戆甲袂白酱，就是讲真正足戆的，连白酱遮简单的代志都袂晓。比如讲你爱跋筊，你钱摕去互人开，安尼就是戆甲袂白酱。啊，死马当作活马医，就讲无法度啊，试看卖啊安尼。是，所以咱选迄个虚情假意安尼。哦，是。